什麼是金本位？金本位 （Gold Standard） 是以黃金作為貨幣本位的貨幣制度。貨幣價值與固定重量黃金等值，即貨幣含金量。匯率由貨幣含金量之比鑄幣評價決定。黃金可自由兌換。輸出入貨幣發行受黃金儲備約束，主要形式金幣本位制。古典純粹1880到1914年盛行，核心是自由鑄造、自由兌換，黃金自由輸出入是最典型的形式。金塊本位制1920年代後出現，貨幣與金塊掛鈎，僅限巨額兌換，放棄金幣流通。金匯兌本位制，貨幣與某金本位貨幣掛鈎，間接兌換黃金，屬不完全金本位。核心運作一、貨幣發行，以黃金儲備為基礎，央行按固定含金量發行貨幣，控制超發風險。二、自由兌換，紙幣等可按官方比價兌換黃金，保障幣值穩定。三、匯率機制，匯率由鑄幣評價決定，波動限於黃金輸送點、運輸成本，具自動調節能力。四、國際結算，國際收支差額以黃金結算，黃金流動調節各國貨幣供應與物價，實現收支平衡。興衰簡史1816年英國立法確立，1821年正式運行，1870年代德、美、法等陸續跟進，1880到1914年達到鼎盛。一戰爆發後，各國禁黃金自由輸出，發行不兌現紙幣，金本位開始瓦解。1944年布列敦森林體系建立美元與黃金掛鈎的金匯兌本位。1971年美元停止兌換黃金，金本位徹底終結。缺點：優點，幣值穩定，抑制通脹，匯率穩定，國際結算簡便。缺點：貨幣供應受黃金產量限制，應對金融危機彈性不足，全球黃金分配不均。與法定貨幣區別，金本位價值基於黃金內在價值，供應受限，政府干預空間少。法定貨幣價值源於政府法令與信用，供應靈活，易受政策與通脹影響。